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 Will 叔。最近經常聽到走資這個詞。月2025年內地資本外流1萬億美元創歷史新高，好多朋友問，是不是大家對內地沒信心？我的資產應該怎麼部署？問題很敏感，但答案可以很理性。今天我們不猜測，不站隊，用3分鐘拆解這個資本流動背後的3個關鍵邏輯，看看怎樣理性判斷，不要被標題帶住走。第一部分，先問自己5個蘇格拉底問題。第一個問題，你定義的走資是非法外逃還是合法配置？如果看定義，學術上資本外逃指的是非銀行私營部門的投機性短期資本外流，但如果看現實，2025年內地經常帳戶盈餘達7349億美元創紀錄，同時資本帳戶流出約1萬億美元，反映的是資產多元化而非恐慌逃離。一句話，流出不等於外逃，關鍵是流動性質而非流動方向。第二個問題，你評估的原因是看單一因素還是看多重疊加？影響因素包括以下幾個方面。首先，經濟預期方面，人們擔心內地高速增長時代結束，疫情後復甦節奏放緩，影響程度4顆星。其次，政策環境方面，對民營部門監管加強，反壟斷執法，影響投資者信心，影響程度3顆星。第三，地緣博弈方面，中美貿易摩擦、供應鏈重組，促使企業進行去風險配置，影響程度4顆星。最後，資產配置方面，人民幣國際化加上南向通擴容，推動內地投資者配置香港及海外資產，影響程度3顆星。一句話，走資不是單一原因造成，而是預期、政策、地緣與配置複雜互動的結果。第三個問題，你判斷的風險是看總量規模還是看結構流向？如果看總量，1萬億美元外流確實是2006年以來最大年度外流，但如果看結構，資金主要流向香港股票與債券，反映的是區域內配置而非全球撤離。一句話，流向哪裏比流出多少更重要。香港資產仍觸內地主權範圍。第四個問題，你理解的管制是看短期應對還是看長期框架？如果看短期，2026年5月8部門聯合整治跨境投資服務，壓制資本外流。但如果看長期，內地同時放鬆合格投資者海外投資額度，推動人民幣國際化。一句話，管制與開放可以並存，關鍵是管什麼與放什麼。第5個問題，你問這個問題是為了情緒宣還是為了行動決策？如果是情緒，網上很多聲音說內地要崩，快點走，但情緒法解決不了問題。如果是行動，你需要的是可追蹤信號、風險邊界以及配置策略，而不是和大結論。一句話，目的不同，答案不同，先搞清楚自己需要什麼。第二部分，3條普通人絕對不能碰的底線。第一條底線，絕不將資本流動等同於信心崩潰。資本跨境流動是全球化時代的常態。內地2024年非儲備性質金融帳戶逆差達4962億美元，反映的是資產配置多元化，同時外資持有內地資產的趨勢仍在持續。2026年全球資本增配內地資產的預期依然存在，風險在於用單一方向流動推導整體信心，容易誤判形勢。一句話，流動是常態，不是異常。理性討論要看雙向數據，不是單邊標題。第二條底線，絕不將政策調整簡化為全面收緊。內地對跨境資本管理取有管理的浮動框架，央行明確表示保持匯率彈性，發揮匯率調節宏觀經濟功能。同時，海南自貿港、跨境理財通等政策仍在推進資本項目便利化。風險在於用局部收緊代替整體框架，
會令認知失真。一句話，政策是動態平衡，不是非黑即白，要分清結構性調整與方向性轉變。第三條底線，絕不將個人焦慮投射為系統結論。個人對經濟預期、政策環境的擔憂是合理的，但不等於系統性風險。內地外匯儲備仍達3萬億美元以上，國際收支總體均衡。風險在於用微觀感受代替宏觀數據，容易放大恐慌。一句話，理性討論的前提是分清個人體驗與系統事實。第三部分，3個清醒認知與普通人追蹤方法。第一個認知，資本流動的核心是預期管理而非數值大小。普通人可以這樣追蹤，從幾個信號維度來看。在匯率彈性方面，關鍵指標是人民幣對美元中間價，離岸與在岸嘅差，可以透過內地外匯交易中心 Micro 查詢，建議每日追蹤。在跨境資金方面，關鍵指標是北向與南向資金淨流入，外匯儲備變化，可以透過外管局官網、港交所數據查詢，建議每月追蹤。在政策信號方面，關鍵指標是央行貨幣政策報告、跨境投資管理新規，可以透過央行、外管局、商務部官網查詢，建議事件驅動時追蹤。關鍵問題是，這個變化是預期調整還是結構轉變？第二個認知，普通人參與的關鍵是框架思維而非情緒跟風。不同角色有不同策略，投資者建議關注資產配置多元化，避免單一押注人民幣或美元資產。風險控制是配置比例分散，設定停損位。創業者建議留意跨境業務合規要求，預留政策不確定性緩衝。風險控制是避免過度依賴單一市場或貨幣。一般民眾建議理性看待資本新聞，分清短期波動與長期趨勢。風險控制是不要因為一次外流就改變長期理財規劃。一句話，不同角色，不同看法，先搞清楚自己需要什麼。第三個認知，理性參與的前提是接受不確定性。資本流動取決於經濟預期、政策節奏、地緣格局與市場情緒的複雜互動。沒有人可以100%預測下一步怎麼走，但可以建立信號監測與動態調整的應對框架。一句話，認知升級的核心是學會與不確定性共處，而非追求確定答案。第四部分，3個清醒認知。第一，外流不等於崩盤。2025年資本外流1萬億美元，但經常帳戶盈餘7349億美元，國際收支總體均衡，接受雙向流動才不會焦慮。第二，管制不等於封閉。內地同時推進資本項目便利化與人民幣國際化，理性討論要看整體框架，不是單一政策。第三，個人行動的切入點，與其糾結走資是不是大件事，不如思考在資本全球化時代，如何建立自己的資產配置框架與風險邊界。結尾 Will 叔的小總結，世界不是因為資本流動而迷茫，而是因為框架不清而焦慮。下次見到走資、外流、管制的財經新聞時，不妨問自己3個問題。第一，這個數據是總量規模還是結構流向？第二，我的判斷是基於官方數據還是市場傳言？第三，這個資訊對我的資產配置、風險管理、認知升級有什麼可執行的調整啟發？理性討論才有營養，看清結構才有選擇。如果你覺得這支影片幫你理清了一些思路，歡迎訂閱頻道，一起當個理性思考的夥伴。也歡迎留言分享你的看法，但記得不情緒化，不盲從，有交流才有收穫。得閒飲茶，我是 Will 叔，我們下次見。影片資訊卡，關鍵數據：2025年內地資本外流約1萬億美元，為2006年以來最大年度外流。
2025年經常帳戶盈餘7349億美元，創歷史紀錄。資金主要流向香港股票與債券，反映區域內配置而非全球撤離。仲要提醒，資本外流不等於資本外逃，需區分合法配置與投機外流。內地跨境資本管理取有管理的浮動框架，保持匯率彈性。個人焦慮不等於系統風險，需參考官方數據與國際機構報告交叉驗證。行動清單：第一，收藏內地外匯交易中心官網，追蹤人民幣匯率與跨境資金流動數據。第二，檢視你的資產配置，有沒有過度集中單一貨幣或單一市場。第三，問自己，如果資本流動再波動10%，我的應對策略是什麼？